感谢主，互咱会当带着平安、喜乐、甲较无的心来到圣殿，咱要斗阵来敬拜上帝。伫咱要做礼拜大圣，请咱先来团练信息，请咱掀开信息100首，100首，即首咱较无熟，吼，咱来较认真来学一下。着用基督，耶稣的心，着用基督。搁来第二节，同尾句，上帝就高升伊，高升吼，毋是悬，是高升。第一句是着用，着用基督耶稣的心，咱要来团练信息100首。来，着用基督耶稣的心，做恁大家的心，救主耶稣本是上帝为着救人降世。第一节2拍尔吼，我拄则唱毋对，2拍咱就接第2节。好，咱第一节搁一摆。来，着用基督耶稣的心，做恁大家的心。第4节，万民的嘴，最小路，请伊做主，耶稣叫伊言讲，天边上帝，做命流传万世。真好听的一首诗歌，请咱掀开信息464首，信息464。福音真声在大胆。福音真声在大胆，传甲真山甲真山，保佑地球欢喜消息，慢慢收束你高光，上帝将道实行，收束世间万万人，心甲救主无论是罪。咱要搁唱一摆，咱咧唱一摆的时阵，咱咧吟诗的时阵，这首诗歌唱较有精神，因为福音的真声在大胆，咱要报福音，互众人知，所以咱提出精神唱这首诗歌。来，福音真声在大胆，甲真山甲真山，保佑地球喜消息，慢慢收束你高光，上帝将道实行，收束世间万万人，心甲救主无论是罪，愿意万万稳当。
拜咱的心，恭敬来做今仔日的敬拜。恁着爱时常学乐耶和华，学乐伊的话要常常伫咱的喙。恁着试看，就知耶和华是好，倚靠伊的人有福气。耶和华的百姓，恁着敬畏伊，因为敬畏伊的人无欠缺一项。来啊，着学乐耶和华最大，三甲尊伊的名最悬。咱要吟诗来学乐上帝，请咱掀开圣诗第100首。圣诗第100首，着用基督耶稣的心。圣诗100首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救主。
条，咱要来告白咱的信仰，咱要用使徒圣经来告白咱的信仰。我信上帝爸来，我信上帝全能的爸，创造天地的主宰。我信耶稣基督，上帝的独生囝，咱的主。伊对圣神投胎，对十女玛利亚出世，伫本州彼拉多入来受苦，顶11个死埋葬落阴府，第4日对死人中搁活上天，打坐伫全能的爸上帝的大边，伊要对遐搁来审判活人甲死人。我信圣神，我信神。共同的教会，圣道的相通，罪的赦免，肉体搁活，永远的活命。阿门。请坐。请咱掀开启应文29篇。信息后壁面启应文第29篇。我来启，请大家来应。启文29篇，恁着学老耶和华，我一生要学老耶和华。恁无得倚靠君王，无得倚靠世间人。伊一顿气就归土。有雅各的上帝做伊的帮赞，伊是创造天地海甲其中的万物。伊为着受冤屈的人伸冤。耶和华讨放受归家的，耶和华扶起受压制的人，耶和华保护出外人，扶持孤儿寡妇。耶和华要做王到永远。恁着学老耶和华，咱同心来祈祷。全能大主宰，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是有大福气的人，伫你的带领引带下面，兄弟姊妹来到你的圣殿，阮要来敬拜学老你。阮要感谢主，过去一礼拜久，你的引带，你用稳定固守阮每一个人的脚步。你知阮的遭遇，也知影阮每一个人过安怎样的日子。有人欢喜，生活快乐；有人精神野心烦恼；有人艰苦流目屎。感谢主。你拢用你无限的疼来接纳阮无共款的每一个人，固守阮，搁应允阮，无论拄着什物境遇，阮拢心内得着10分的平安。你所想事的稳定，绝对够也阮用。主你有讲，既若劳苦背重担，会当到你的面前，你就要互伊得着安息。信心要进入阮打扫受伤的心，也要互阮伫你的内面得到完全的平安甲喜乐，伫你的内面要得到安慰甲医治。恳求主，照着你今仔日阮的敬拜，你要亲自讲话，互阮的心灵拢得到圣神的充满，心中一切的烦恼，有野心的。受审判的，拢要消散。当阮唱歌学老你的时，你要降落应邀甲安慰。
当阮专心注心来听你的教示的时，你要赐落启示甲圣灵，通互你的话做阮骹前的灯，路前的光。恳求主即时安静阮每一个人的心性，互阮真正放落世间的俗事。阮要靠主的名来宣告，圣神即时要降临伫阮的中间，伫每一个兄弟姊妹的心中，你要拨开阮心中交叉，通享受今仔日的敬拜。伫敬拜中间，阮要得到安慰甲鼓励，阮要得到勉励甲投放。阮将恭敬将今仔日的敬拜，拢摆咧伫主你的面前，愿圣神甲阮同在。阮安尼祈祷，拢是要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圣歌队要用万米清颂，带咱大家来学咯。万米清颂。
全地拢着吟讲哈利路亚，咱着充满敬拜的歌，伫上帝的圣殿宣扬创造奇妙的君王。即时，咱来看今仔日牧师所要讲圣经节的范围，请来掀开诗篇，圣经诗篇145篇，旧约圣经诗篇145篇，咱要为第10节看到21节。诗篇145篇第10节到21节，我来读，请咱详细来听。耶和华，你一切所做的要感谢你，你圣的百姓也要学乐你，因讲起你国的荣光，谈论你的大权能，通互世间人知你大权能的所在，甲你国威严的荣光，伊所做的一切，既若跋倒的，耶和华扶持因；既若受压制的，扶因起来。耶和华伫因一切所行的，无公义；伫伊一切所做的，拢有慈爱。既若求叫耶和华的，耶和华甲因亲近，就是亲近遐的诚实求叫伊的，敬畏伊的，伊要诚因的心所爱，也要听因的求叫，来拯救因。耶和华保护一切听伊的人，纵是一切做歹的人，伊要灭无因。我的喙要讲出恶恼耶和华的话，愿见有血气的，拢有永远恶恼伊的性命。圣经读到这，愿听伊的话，搁去做的，得到上帝的祝福。咱要将时间交予姊妹牧师。姊妹牧师要所讲的题目是：亲像宣扬上帝的作为。各位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阮感谢你，赏赐圣神保惠师伫阮每一个人。若无圣神，阮就无法度明白主你的话语，也搁较无气力来学主的款式。搁较无法度诚做合伫主你欢喜的囝儿。愿主圣神继续赏赐保守阮有新的性命，通亲像传扬主你的作为，来谈论你的大权能。借着今仔日的礼拜，恳求主圣神感动、鼓励、安慰阮所有人的心。愿咱的祈祷、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。阿门。今仔日是圣神降临节，是教会有3个大的节期的其中的一个。毋过，相对圣诞节甲国外节，圣神降临节敢若较无受到教会，特别是咱长老教会的重视。牧师伫进前已经有甲圣歌队的指挥有参详，望会当对明年开始。圣神降临节，咱对圣歌队的献诗开始，圣歌队至少爱加献一首诗歌。伫耶稣受难国外上天之前，耶稣有对门徒讲，记载伫《使徒行传》第1章的所在。伊讲：独圣神要临到恁的时，恁要得到灾难。搁伫耶路撒冷、变犹大、甲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要做我的见证。所以，若无圣神，遮个代志一切拢袂发生。果然，到伫五旬节，也就是耶稣国活了后的第50天，圣神就降临。耶稣的门徒忽然互圣神充满，因就用无共款的言语言，无共所在的人来传福音，见证上帝奇妙的作为。对迄点开始，教会才开始有教会啊。所以圣神降临节，圣神降临就是教会的生日。今仔日也就是咱要庆祝普世教会的生日，所以圣神降临节实在是真重要。
若无信心降临，耶稣的门徒就无法度传福音。伊无迄个气力，也无迄个才调，当然也无后壁面这2000多年来教会历史，当然咱也无可能坐伫遮来领受上帝的祝福。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甲全人类来立约，佮借着信心帮助咱人来持守这个约定。信心引带咱进入一切真理，帮助咱理解耶稣的话。然后进一步，搁较认识咱所敬拜、所信的这位上帝，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上帝？然后，咱才会当对身体来称颂上帝的作为，也知影家己要传扬的又搁是甚物。总是咱所信、所称颂的传扬这位上帝，到底是怎样的一位上帝？伫今仔日的诗篇内面有一寡提醒。因为真多啊，上帝作为实在是有够多，咱就抓今仔日诗篇内面，这首诗篇内面的几项个重点来讲。首先咱来看第13节，13节后壁面有讲上帝一切应允、信实、可靠，伊听属伊所做的一切。14节有讲耶和华伫伊一切所行的无毋公义。伫伊一切所做，拢有慈爱。19节，敬畏伊的，伊要听因的求救来拯救因。所以牧师也有画迄个重点出来。咱所要称颂的这位上帝，对今仔日的经文所讲的遮的重点来看，就是上帝是信实的上帝，是有听的上帝，是公义的上帝。是有慈爱怜悯的上帝，是会行拯救的上帝。诗人俄罗称颂上帝大权力的作为，宣扬主上帝是信实、公义、慈爱甲拯救的上帝。所以，咱大心对立约的角度来看信实。上帝信实，伫旧约时代，上帝甲以色列人伫西奈山立约。诫命律例，毋是为着要甲因约束、甲因定罪，搁较毋是要否定因的价值。主要的目的是为着迄群出埃及的以色列人会当有一个专心的生活，要互因伫上帝的听痛甲怜悯来学习尊主做大，甲彼此相听，这两项真重要的代志。到伫新约时代，上帝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，甲全人类来立约。只要是愿意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承认耶稣基督的救恩，并且阁愿意顺坦接受新的诫命，这个约定就马上有效。立约的目的同款，是要互咱会当甲上帝阁好结连伫伊，直到永远活的福气。所以，无论是新约时代还是旧约时代，上帝拢是主动提出约定的迄边。照现在的说法，就是上帝是甲方啊，哈，签约嘛，总有甲乙双方，上帝就亲像是甲方。总是上帝这位甲方呢，完全无亲像是甲方。上帝这位甲方所提出的约定，毋是要为着约束乙方来满足伊的欠缺，颠倒是主动一直在想事，主动要互乙方会当有更较好的性命，就是有信心、有愿望、有仁爱。上帝这位甲方，就算讲伫乙方有违背约定的时阵，上帝也袂凊彩讲好，安尼咱就无准算啊，进前所签的就无准算啊。上帝袂凊彩就气煞这个约定，伊无快生气，颠倒是用怜悯甲慈爱一直在三款待。咱总是咱来看咱人类的约定咧，咱人类所讲的信息是安怎？伫咱人类的社会，咱生活中有侪的契约，我们有许多的契约。有时咱是甲方，普通型咱一般拢是甲方啦，一般的老百姓拢是甲方较侪。
拢是乙方。有时咱是甲方，有时咱是乙方，有时甚至是甲方甲乙方手中的一粒棋子那样。很多时候我们也是个棋子而已，还称不上甲方，谈不上甲方或乙方。无论倒一边，咱拢望会当借着契约，会当摕到上大的好处，主要就也着爱避免受到损失。所以为了保护广大的消费者，我们通常都是乙方啦吼。对民国88年开始有契约审阅权，契约审阅权从民国88年开始。所以对安尼来发现，上帝这位甲方，伊的信息会让咱人感觉足安心的。可是人类社会的甲方呢，总是会让乙方感觉足犹豫的。我这个字签落去我唔知会互骗去袂？内面一条一条遐尼多有时咱实在唔是法律出世的，就唔知影讲这到底。那个字咬文嚼字看拢无啦，总是甲方可能会高声讲签了就对啦，这对你偌好拄偌好，总是咱的心头毋是遐尼定着，所以呢，因为足侪人哄骗嘛，所以才有契约审阅权这项代志出来。继续咱来看公义、灵敏甲自爱。公义、灵敏甲自爱实在是袂当分开来看。公义、灵敏甲自爱放做伙来看。咱大先来看咱人类社会的公义、灵敏甲自爱。保罗伫罗马心书讲，无有一个义人，连一个都无。独有道成肉体，耶稣是义人。上帝也只有将审判的权柄交予耶稣。不过，咱人常常亲像阿当安尼，想要抓家己甲上帝做平等，甲上帝同款，通对一个人，迄就是某一丁人来做审判。19世纪、19世纪有一位丹麦神学家齐克果，伊讲，一个人一生上主要的目的，是要成做一个什么款的人，并不是要去追求世间的物质，迄就是成就。所以对基督徒来讲，一生上主要的目的，就是要成做一位合伫上帝心意的人，着努力学习耶稣基督的款式。撒母耳记也讲，尊叹也过献祭，听叹是也过羊港的油。上帝从来袂要求咱会做到什么程度，伊搁较要紧的是咱是成做什么款的人。先知米迦的册也讲，行公义、好灵敏、心存谦卑啊。咱所做遐个事工，咱即马所做遐尼做的事工甲服侍，拢是要锻炼咱成做合伫上帝心意的人。当然，咱咧进行遐尼做事工的过程的中间，可能咱也会感觉一寡满足，感觉一寡成就，感觉讲哇，遮尼多人来参加，吟诗遮尼好听，遮尼澎湃，食物遮尼澎湃，逐项有，大家拢做伙安尼来。有时咱会享受到即款的成就，总是若是遮的成就是错误的性命所累积的。那安尼，咱一生犹原是失败啊！牧师来举一个例，就是伫耶稣所讲遐个假好的法利赛人。遮个法利赛人其实对因的职军来讲，因实在是真拍拼，因尽忠职守，境界正人尊叹诫命律例，常常指出人的错误，安尼是真好。对因来讲，这个职分来讲实在是真好，做甲真好。问题在伫什么咧？问题在伫因伫行公义审判的时，只有停留伫抓家己做义的迄种的审判，只有想要甲人定罪，互人对家己的错误感觉真见笑，
完全无要用灵敏甲慈悲甲因挽回，也无要因带因对家己的罪重新仰望上帝的慈爱。因只有想要甲因处罚，亲像保罗伫罗马前书有讲，甲人定罪不过是叫人死那尔，却袂当叫人重新来活。咱过来，这是人类社会的公义。咱过来看耶稣的公义甲审判。伫耶稣公义的审判，一定有灵敏甲慈悲。意思是，耶稣伫公义审判的目的，毋是为着要定罪，是为着要甲伊挽回。耶稣审判的目的，毋是要定罪，是要甲伊挽回。拄好顶礼拜中集会，咱伫开，阮伫中集会一开始，咱拢有读册分享。伫读册分享的中间，有讲到耶稣是安怎来面对迄位长在行监禁，互人长抓着迄位负心人，拄好互法利赛人抓着迄位行监禁的负心人。咱拢知影，法利赛人抓着迄个长在行监禁的负心人，然后带到众人的面前，到伫耶稣的面前讲：耶稣，你要安怎来处理这个人？耶稣就讲：恁中间什么人无罪，就会当摕石头甲伊钉互死。神学家齐克果，今仔日牧师会用一寡神学家齐克果的伊的观念来讲。神学家齐克果讲，当咱甲一个人贴标签的时阵啊，就是在否定这个人。否定的本身就是论断，就是罪。齐克果的意思是讲，当咱伫众人面前在责备一个人的时阵，就是在进行公开的审判。当我们在公众场合在定一个人罪的时候，我们就在进行公审。我想大家听到公审这个名词，可能大家会感觉讲哦，有一点恐怖哦，有一点恐怖。齐克果的意思是讲，公审就是爱伊感觉真见效，若是伊落尾有啥物款的处罚，拢是伊家己自找的啦，拢是应该啦，伊应该就受到安尼的处罚。遐个法利赛人用家己的影响力，甲迄位负心人进行公开的审判。总是因的目的，敢是要甲伊挽回？毋是啊！法利赛人的目的就是用石头互伊钉死啊！甚至另外一个目的就是看耶稣，因爱将耶稣陷入一个罪内面。所以这个行监禁，当在行监禁互抓着，这个负心人连甲方乙方都不是，伊就是一个棋子。法利赛人利用他要来定耶稣的罪。所以法利赛人对这个负心人审判伊的目的，嘛是爱伊当场互众人用石头甲伊钉死，敢毋是安尼？齐克果佫讲，基督徒必须爱定定提醒家己啊。对迄群法利赛人来讲，因伫众人的面前，哇，遮尔啊有权，遮尔有权，众人可能会讲啊，对啦，这个人哪会当安尼啦？大家讲甲哦，讲甲对法利赛人来看，因有成就无？哦，足有成就的，有成功无？有成功，因为众人拢要听因。齐克果讲，基督徒必须定定提醒家己，伫上帝面前，咱有可能定定拢是徛伫错误的迄边。我们要常常在上帝面前警醒，我们有可能常常是站在错误的那一边。当咱伫某一个场合进行审判，到底是要互家己的不满有一个出口，还是要挽回这个人呢？咱来看耶稣的审判。咱拢知影耶稣是安怎来讲法利赛人是什么款的人？耶稣公开指责法利赛人讲因是假好的人，
就是外表创啊足清气的，看起来足优秀的，总是伊的内面拢是贪婪甲邪恶。其实这对于法利赛人来讲是真强的指责。耶稣会安尼，是因确实就是安尼是。耶稣对法利赛人进行公开的审判，公开讲，恁遮的假好的人啊，安怎拄安怎。恁遮的法利赛人就是假好的人啊，安怎拄安怎。耶稣讲足多，总是耶稣并无停伫遮那定。耶稣毋是只有公开的责备，伊还佫有怜悯甲慈悲。耶稣愿意主动去赦免，为着世间人。世间所有的人哦，所有的人，当然也包括遐个假好的法利赛人。耶稣愿意为着世间所有的人背十字架、流保血、洗净正人的罪。最后，咱拢知影，保罗这位假好的法利赛人，保罗伫迄当阵也是假好的法利赛人。保罗这位家己称家己是罪人中的头人的保罗，竟然伊最后果然也因为耶稣基督的牺牲得到救。保罗伫提摩太前书有讲，我得到怜悯，是因为耶稣基督要用我这个第一派的人来显明伊无限的耐心。通做后来信耶稣来得到永远活的人的模样，这是保罗的信仰告别。伊讲伊是得到怜悯啊，毋是伊遐个正经的成就，遐个成就对耶稣来讲就是假好啦，尔啦。啥物拢毋是。保罗因为耶稣基督的责备，伊知影家己的过失。佮因为耶稣基督的怜悯甲慈悲得到救赎，佮借着信心的大快乐，才会当无掠这个福音做见效，世界去称颂传扬上帝的作为。兄弟姊妹，有看到上帝甲咱人的法则其中的差别是有偌大吗？上帝对咱的疼、长、宽、悬、深，实在超越咱所会当想象。当信心引带咱进入真理，咱会去悔改认罪，是因为咱有愿望通得到赦免，通重新得到接纳。咱若无这个愿望，咱在看家己的罪，当信心有感动阮，有光照咱犯罪的时阵，咱若无得到赦免，无得到重新受接纳的愿望的时阵，咱无法度有活命，咱直接就无命啦。是因为咱拢有愿望通得到赦免，通重新得到接纳，然后搁伫彼此的心上看到上帝的形象，看到上帝的作为，亲像使徒保罗伊所经历的一切。等一下，咱要来进行圣礼典。每一摆的圣礼典，无论是洗礼还是圣餐，对咱信徒来讲，拢是一个提醒。提醒什么？就是上帝是怜悯甲慈爱，伊的信息直到万代。耶稣基督满有恩典，伊的审判，互咱知罪，总是伊的救赎，互咱通得到接纳。阁有信心的扶持甲感动，互咱伫失措的时阵，犹原有愿望，通定头生，成做一位合伫上帝心意的人。上帝借着圣礼典，逐摆的圣礼典，拢号召咱努力学习耶稣的款式，做伙起造一个通互所有的信徒会真实经历上帝的公义、怜悯甲慈爱的教会。一间教会绝对袂当只有公义，无怜悯慈爱，也袂当只有怜悯慈爱，拢无公义。
这3项爱放做伙来看。也恳求主帮咱会当借着信心的快乐，这世界来亲上传扬上帝的作为。咱同心来祈祷。特别上帝，感谢你，感谢你创造宇宙万物，或者会运行伫你的疼。总是阮人自私贪恋，变惊不羁，互你的性命受到看轻。伫主公义的审判，阮实在是拢徛袂牢。毋过主，因为你的信实，阁有慈悲甲怜悯，互阮人类通借着耶稣甲你国好，借着信心进入你的真理，通成做你所欢喜的件事。主啊，愿阮一生拢要学了你，一生来亲上传扬主你的作为，愿主降落。愿安尼祈祷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咱要来吟圣诗，回应上帝话，请咱掀开圣诗464首，464首，福音真声得大谈。圣诗464首，请咱起立吟全首。是你个我，上帝王道是行，就是世间万万人，是个救主无论之罪，为你万万问道，好迎接是时代，快乐精髓可精髓。信心的强贵，最高胜利请君主啊！我的心高被那谁？好迎接新时代，快乐精算高精算，好迎接新时代。请坐。这是咱要来进行是圣礼典，首先来进行是小时洗礼。虽然咱的细囝无明白这个事，要有所应允的，也要跪伫因。因是稳定的约的后裔。上帝用洗礼带因来做上帝家内的子嗣，互因受着基督。来做伊的百姓，
咱请今仔日要进行小仪式的爸母黄义寿、林子瑜带因的细囝黄佑恩到伫台前。当恁的细囝今仔日要接受洗礼，恁着伫上帝甲众人的面前来告别恁的信仰。首先来问，恁有信上帝做恁的天父，耶稣基督做恁的救主，圣神做恁的保惠师啊无？恁着倚靠上帝所赏赐的快乐，将基督的真理甲圣道的指引来教示恁的细囝。就用祈祷甲好的行为培养伊，互伊所行合伫上帝教会的法度。恁又要安尼行无？愿主祝福恁甲恁的细囝，帮助恁持守这个约。黄佑恩。我用水甲你行洗礼，互你归伫爸囝信心的名，阿免。这时来宣告，黄佑恩一定伫耶稣基督的命令接受洗礼，诚做咱教会袂背残会员，有份伫新的约，一切的稳定，阿免。咱做伙来祈祷，特别上帝，我感谢你，感谢你。伫佑恩还伫老母的腹内的时阵，主你就将你的疼、将你的稳定赏赐伫伊，互伊伫老母的腹肚内大汉出世。也伫今仔日欢喜，阮欢喜看到义寿子瑜带领佑恩来接受洗礼，要来用你来立约，来诚做主你的囝儿。也恳求主帮助阮，会当做伙。伫上帝甲众人面前做伙来见证这个大好的消息，也做伙来保守佑恩自细汉就会当甲主相结连，然后伫伊成长的过程，主你赏赐伊有智慧、有聪明，会当来认捌你、来亲近你，互伊的心灵拢勇敢。愿安尼祈祷感谢，拢是靠主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好，向后转。这是来接纳，也请小会员来接纳。恭喜啊，小宝贝！恭喜，我的手是湿的，恭喜呀、恭喜呀、这个鸡腿很好吃，阿公也要。好，这里有小儿洗礼证书，姓名黄佑恩，出生于主后2026年2月11日，领洗于主后2026年5月24日。本教会奉父子圣灵的名给黄佑恩行洗礼，并接纳为本教会未陪参会员。此证愿上帝赐福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台北中会建成教会。还有一本儿童圣经故事，这个是亲子共读的圣经故事。我们那个阿公来那个。咱拢知影吼，咱敬听的王阿嬷离开咱，但是伊有真好的传承，有咱教会有人有感动。咱较早拢叫王阿嬷叫哪红包啦、红包阿嬷，吼，就是有人受洗的时阵，伊拢会一个红包。咱有一个姐妹，伊嘛感动，互咱应
英姐吼，伊即摆叫做红包阿姨啦。即摆也有人要受洗吼，伊就是吼。你吼拄啊是艺术吼，至于因的结婚纪念啊，今日因在因证婚的迄郑牧师、牧师娘，嘛毋知在因今日来照来吼，来一起拍个照，好，来，来。好，咱即时要来收圣餐，咱献开圣诗215首，圣诗215首，耶稣身躯替咱定死，圣诗215首，咱坐底金来金全首。欢迎囡仔上伫主耶稣基督教会的陪餐者，三甲来守主的圣餐。请听主耶稣所讲稳定的话。主耶稣讲：“我就是活命的饼，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袂枵；信我的人，永远袂喙焦；就近我的人，我决断袂去杀伊。”愿主耶稣基督的稳定，甲恁众人三甲伫地。请听主耶稣所讲设立圣餐的话，就是照保罗所讲，因为我对主受也捌传互恁的，就是主耶稣互人袂迄面有提饼祝谢，
来背伊讲，即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着今日来纪念我。食了后，主耶稣也旁杯讲，即个杯就是新约，伫我的血所设立的，既然啉的时，着今日来纪念我。恁逐摆食即个饼、啉即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搁来。咱即时着照耶稣基督的模样，伫领受圣餐的大身，首先来感谢祈祷。主上帝，现在阮照你的命令摆设即个宴席，是为着要纪念你永远的祭祀。阮谦卑求你找圣神来圣别阮，也圣别者会摆伫你面前所赏赐的饼甲葡萄汁，互阮接受者会对神有份伫你的身躯甲宝血，对伫你稳定的帮赞，会通成做阮属灵的朋友，也会成长伫你的稳定中，通荣耀你的圣名。奉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就今日来纪念我。主耶稣讲，这个是我的身躯，为着恁拍破的，恁就今日来纪念我。这个是基督的身躯，为着咱拍破的，咱就今日来纪念伊，请同心来领受。
会所设立的，今仔日的是着今日来纪念我，请服侍长老。这个杯是信约，伫耶稣基督的会所设立的。今仔日的是着今日来纪念伊，咱同心来领受。恁逐摆食这个饼、啉这个杯，是表明主的死，直到伊过来。愿耶稣基督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。即时，请咱做伙来祈祷。完全是感谢无所不能的上帝，因为你对你极大的疼，互阮领受你的圣餐，做培养阮灵魂真爱的食物，佮互阮明白你欢喜阮、疼惜阮，也知影阮真正是圣囝奥妙身躯的一体，就是受祝福、忠实的信徒，也是你永远的国的后裔。阮的主上帝，阮谦卑恳求你。当阮搁一摆奉献阮本身互你的时，求你欢喜接纳阮，使用慈悲帮助阮，互阮为继续这个圣洁的交通，对答以后为永光主你的性命，奉主耶稣的名祈祷，阿门。咱要请服侍长老先来收杯刷接，咱来进行奉献。即时咱就先会当来奉献啦，或请事献的同工做伙来。
请咱起立来吟奉献诗歌。请坐，请咱掀开咱的周报，咱三角来看。咱来看公道的事项。教会以相信成全正信徒，万民皆作诗，咱着常常读经祈祷，着委身服侍，着彼此相听。请咱为着下面的几项事项来祈祷。咱感谢今仔日是圣灵降临节，圣灵引带咱进入一个真理，互咱知罪认罪，得到赦免，得到更新，成做合上帝心意的人。第二，请咱为着咱的肢体，咱为着心淑慧、陈德明、赖清光、黄银河、田春、陈秀荣、林慧珠、黄世明、张慧香、王依林、林依乐、杨志坚、李雅娜、陈怡君、林春基、吴玉珍，请咱为因的身躯欠安来祈祷。第三，咱也为着台湾国际政治、经济、国防、医疗、社区、民生等等的问题，求主赐予咱赐予治理国家的官员，互因有智慧甲灵敏的心。请咱来为着世界，为着咱知影几个国家的战争，也为着目前伊波拉疫情，以及汉他病毒以及石油的问题，咱为几项来祈祷，也为着咱的需要提出伫上帝面前，咱三体祈祷。感谢天父的主，我伫你面前带了默的求祷来到，特别上帝你在我的欠缺，在我的需要，主啊，求你帮助我，互阮伫你所需的经过内面，会当起调伫你稳徛稳稳的脚步，有直到时阵，我拢念尊主最大，敬拜主，主教阮三日来过阮的生活。特别上帝，求你帮助阮每一个兄弟姊妹，结条你的话伫阮的心内，互阮照主你的旨来行，愿主你甲阮同在保守，互阮将身体欠的兄弟姊妹交伫你的手中，主你的平安甲因三甲地底，伫困苦啊完赛的时，主你的安慰，所有伫因的中间减轻因的担当，特别上帝，我一切交托你，恳求你，安尼祈祷，我告主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听阮的天父上帝，阮感谢你赐予阮祈祷的权柄，因为你的听，互阮伫即个属灵的大家庭，会通用代祷来互相扶持，用行动彼此相听，用关心互相担当。我为着阮的具体的需要，为着教会、国家、世界所拄着的问题，带到你的面前。阮深深相信，阮所求讨的主你拢知，你也会接纳阮伫软弱的时无力吐开的求讨。愿主你赐落平安，照你圣的旨意，伫同好的时间
成就阮每一个人无共款的求讨。你的引带甲固守，也拢要时刻甲阮同在。阮将重担交托，互主。只有仰望主你的信息甲恩惠，感谢主听阮每一人的祈祷，安尼恳求祈祷，主你拢要听见。这点，阮也要用主你教阮的祈祷文，安尼来祈祷讲：阮伫天里的爸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遮，你带领亲像伫天里。阮的日时，今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要赦免各位的人，无得带阮入地去，就叫阮脱离迄个歹个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，代代无尽。阿门。咱先开就无来看下礼拜的事项。请当即个，咱详细来看，也提早准备。咱若带倒的事项，咱继续伫每工的灵修的中间提出来带倒。请咱来看教会的消息。本主日是圣灵感恩节，是普世教会的生日。伫礼拜的中间，咱有进行今年第3摆的圣礼典。咱也恭喜义手甲子瑜夫妇的囝佑恩小朋友完成小礼的洗礼，接纳伊做本堂未陪产的会员。今仔日咱甲主同齐祷，咱也要借着圣餐斗阵来默想耶稣基督赎罪的恩典。第二，下礼拜是总会所定玉山神学院的奉献主日，请咱为着原住民牧者的永生关心甲奉献。下礼拜是合堂的礼拜，伫下礼拜的下晡2点到4点，教育部要举办全教会趣味的竞赛，地点要借建成国中的篮球场来举行。咱也邀请大家三甲斗阵来参加，咱会使炸着咱的水，来到迄个国中的时阵，咱请注意场地的卫生，吼。好，咱来看第4点。今年度3月到4月份，教会财务报表已经公告伫公告栏，请咱关心来观看。团契的消息：6月初5上午10点，上年团契要参加北中创立40周年的感恩礼拜，地点伫马街病院的9楼。第2点，6月初6拜六下晡3点是妇女团契的聚会，咱要请文峰讲师来主理。奉献的部分，请咱详细来看。若有订单的，咱请会计来订正。以上报告，请咱来吟上营信息510首，510首，俄罗天顶主宰。主耶稣基督的恩典，特别上帝疼痛信心的夫妻甲感动，甲恁众人三甲地地，对这是直到永世代无尽。阿门。请坐。
别倒。闭会。